继续来看高雄轻铁路的防疫团队，连续2天的假日，派人到车站、到车厢内，客载民众挂喙罨的状况，查到一个30多岁男子在等车的时阵无挂喙罨，罚款3000块。另外，伫嘉义的卖场加强宣导，但是有民众根本就无咧插屁，无挂喙罨，佮哪食哪食物件，互人看到真凄惨。 连续休困2天，真侪人坐免费轻轨车内，人有够侪，高雄轻轨派随车人员伫车顶宣导。卫生局嘛出动防疫团队，起早发现讲有一个查甫人伫喊仔省的车头等车时，无特殊原因无挂喙罨，当场依法罚3000块，这是轻轨头一张罚单。早起过去轻轨站看，有不少等车民众嘛是无挂喙罨。 哎呀，无大拢袂当去你坐啊，袂当去你坐，搁爱罚钱啊。是医疗照护机构还有大众运输工具的这2大场域，不经过劝导就可以进行开罚的。需要加强防疫的要有车来到家己地区的百货商场，有这个精力，哪行哪食冰食鸡，要有规家伙啊，大人带囡仔买物件，都是无挂喙罨。 虽然讲有放送咧宣导，也是入口有看板咧提醒，依然有人唔肯遵守规定，有人无法度认同。要提醒民众，在8大场域一定要戴口罩，不然会有罚则。教育卖场人员爱加提醒人客以外，咱乡亲嘛爱自律。相关单位的人员若口劝唔听，就一定会开罚单。